本畢業之後咧，就喺日本公司做咗16年。嗰陣我就喺啱啱大學教書，都教開成13年左右嘅前前後後。咁我教嘅嘢咧好輕鬆嘅，我教日本文嘅。教日文咧就冇人識嘅，我嘅上司啊，我啲院長根本都唔識日文㗎嘛。所以我教乜寫乜考乜咧冇人理我嘅，我就教到好輕鬆，得我識啊，冇人識嘅嘢係最好㗎啦。但係2020年咧我就冇再教書咗，好似主持人講，我準備係得好多大細退休，準備係去環遊世界聊㗎嗬。但係咧我屋企咧我擔心我爸同我媽嘅健康，因為我爸我爸84歲，今年84歲啦嚇。咁樣我哋去聊咧，個心就成日囉囉攣掛住屋企兩位兩位咩嘢？老人家就係兩位我哋嘅神仙嚟㗎嗬，因為舊陣我哋細嘅時候都係有求必應嗬，求神都唔俾你啊，求阿爸阿媽，阿爸阿媽俾我哋㗎嘛，所以係我哋嘅神仙啊。擔心兩位老人家點解咧？我阿爸咧就無端端佢隻腳就唔行得咗，係老啦，老得滯啦。跟住佢嘅腰子又出問題咗，佢嘅血壓藥咧已經食咗30-40年，膽固醇藥都係有啊，因為咁嘅年紀啊，都有啦㗎啦呢啲嘢。最主要係腳冇力啊，所以我爸嘅兩餐三餐，我媽嘅都係我負責嘅，響舊年咧6月28號公司嚟到我哋怡保有一個事業分享會，我嘅推薦人咧就叫我你嚟試下機啦，咩都冇講，你嚟試下個機啦，咩機我都唔知啊，你嚟試下個儀器啦，咩儀器又冇講，咁樣佢叫到我去咪去試下咯。咁我嗰日遲到，我8點應到8點到咧就好似大家咁咯，後邊有啲機俾人試嘅，我咪坐住試機啦。試咗之後，佢哋又講見證啊，嗰時候講見證分享啊，聽完見證啊咁誇張嘅，呢機真就假㗎。咁樣因為有人分享見證嘛，咁樣我哋聽咗之後，第二日咧我就諗，不如買一架翻屋企俾阿爸試試啦，結果就抱住好奇嘅心，6月30號我就買咗一架機翻屋企俾我爸試。咁樣我冇諗住做㗎，我諗就係買嚟俾我爸用嘅啫，俾我爸我媽用。因為點解咧？我聽到marketing plan，我遲到，我到嗰個時候marketing plan已經講完啦，唔知道原來佢咁好殘嘅。唔知道係佢咁好揾㗎嚇，咁樣就俾我爸試坐機咯。咁聽到啲講師講60歲以上1號2號我都交代我爸我媽坐1號2號1號啫，冇2號1號啫。坐咗1個月我爸坐輪椅已經坐開1年㗎，坐咗1個月我爸起身行路喎。呢個真係好成績我哋諗咁誇張，你個機要起身行路喎。我爸覺得好中意揸車出去因為佢腳冇力啦，佢台車我都賣咗，驚佢揸車又發生意外你起身行路。結果我就對個機開始上網，至1個月後我哋開始揾呢個資料，你知道冇？了解嘅機究竟係乜嘢事啦？咁樣過後陸陸續續嗰啲奇蹟繼續出現奇蹟繼續出現，就係我爸咧，本來係洗腎嘅，佢嘅腰子得翻18先，醫生就講要洗腎，我爸講83歲啦，唔使啦，1個禮拜去3次，去親坐2-3個鐘頭，翻到嚟攰到半死，唔使。咁醫生講話唔使4個月就死，長命1年，短命就4個月啦咁我爸都係我人死就死啦。我爸叫我帶我爸叫我帶佢去我哋怡保一個甲板山莊去揾佢第日嘅800蚊你知道冇？我帶埋我爸我媽去揾800蚊我覺得800蚊都抱住死嘅心態㗎啦。點知坐機坐開3個月咧，我爸嘅腰子佢得10嘅啫，由10呢個係個驗血報告嚟嘅。由10EGFR 就係腰子就個指數上到10，唔係上到12先嘅青色嗰隻手呢同嗰兩下，由10上到12不好意思OK， 橫好推，由10咧就上到12，呢個係幾多月份呢個係應該係11月份我係6月未買機㗎嘛，7月攞到機㗎嘛，坐到11月份咧，我爸嘅腰子就去到12。咁12係乜嘢概念咧？我就上網即如果EGFR 低過15就係尿毒症狀，必須洗腎。所以唔可以低過15嘅，我爸係一定要洗腎嘅唔使嘛。坐機坐咗幾個月，去到12喎，再坐多幾個月再去驗血呢個係今年嘅5月，去到15你知道冇？你住上到15，一次又一次嘅奇蹟出現喺我爸嘅身上咁樣醫生睇醫生嘅時候，醫生就同我爸講：阿哥，你食乜嘢繼續食，你用乜嘢繼續用？做咩你個腰子都10去到15嘅？嗰陣停埋腰子係嘛？所以各位家人。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準備洗腎嘅，叫佢唔好洗字先洗腎用手術係最後嘅手段，先用我哋嘅 P90呢個係一個鐵證如山嘅見證咁樣再嚟除開呢樣嘢之後咧，我爸嘅膽固醇藥就停埋坐喺6個月7個月睇醫生嘅時候，醫生停埋膽固醇藥，食咗30年㗎啦。血壓高藥由15mg 食到10食到5，而家我爸嘅血壓係101，我就問醫生1年一直要食5萬，嗰個醫生都拗頭。冇停藥嘅喎，你爸係做咗咩嘢咁3個月後再觀察啦，
3個月後就呢個月14號咧，又帶我爸去睇醫生啦。啊，如果又係咁低啦，我係要求醫生停藥啦。101都我食血壓高藥咩？去80幾歲就算到130幾都係正常嘅，啊140幾、140都係正常嘅。所以我爸咧，我去攞藥嘅時候咧，就擺咧嚟3個月睇一睇醫生，攞個藥係好多嘅，大包嘅，後尾越嚟越少，越嚟越少。我一個手係2個手都攞唔晒嘅啲藥，我淨係攞紙袋去嘅。而家咧，我一個手掌可以攞晒我爸啲藥。所以 P90 我哋奧利拉公司嘅產品咧，真係好好嘅。你唔需要講，你錯1號啫，我爸真係錯1號啊！你問我問親我爸，你錯到點啊？冇嘢嘅就咁。結果去睇醫生嘅時候真係全部都醫生都講冇咗啊！呢個又冇啊，血壓又冇咗，膽固醇又冇咗，尿酸我爸冇尿酸，呢個尿毒啊，即係腰子啊，又冇咗。所以你唔好講冇嘢啊，佢真係到後尾咩都冇晒嘅。你嗰啲病痛都冇晒啦。好，咁樣除咗我爸啦，當然我啱啲有見證啦。當我發覺呢啲見證嘅時候咧，我就好似好好奇啦，開始幫人哋分享呢間機。呢個生意容易做嗎？容易做嗎？容易啊！我第1個月就賺咗22錢。我試過一日入邊賣俾8個人，賣喺16粒機。咁一日入邊成交16粒機2個7星陣，佢哋4個人玩嘅就16粒機啊！所以其實呢個生意一啲都唔艱難做，而且佢好嘅地方就係咧成交率好高，78%。當10個人講7個人買機，2個人諗緊點樣揾女嚟買機。7個人買機嘅，2個人諗緊點樣嚟買機，淨係1個人需要你繼續跟進。所以佢成交率好高，好得我講唔做得嘅奧利拉買100啫嘛，你唔會買第2間嘅咩？一個家庭係咪啊？所以我哋一個家庭未必會買第2間，未必啦。如果你係經營係買第2間嘅，好似我不知不覺就買咗10間啦。買10間做咩啫？多做咩？你有冇你係咪10隻腳咧？係咪？當然我哋買嚟即係俾朋友用，經營呢個生意所以雖然佢未必冇未必我都係嚟講冇未必我都係冇重複購買但係咧我哋勝在一樣嘢叫做轉介紹率好高，10個人幫你買機，掌聲一下好多人同我哋講，我哋冇未必我都係呢個，但係我贏你，我轉介紹率好高。我太太係做保險嘅，不過簽保險嘅人買保單嘅人好少介紹朋友俾佢嘅。我之前都有做過，俾朋友做過嗰啲其他嘅保健品營養品化妝品佢自己用到點樣好都好少介紹朋友嘅。但係我哋呢隻機咧，10個人用得好，6個幫你轉介紹。所以我就係咁樣不知不覺咁樣就上咗儀式啦因為轉介紹率高，成交率高所以一啲都唔難做嘅。呢個係我一個客仔遇到我哋怡寶昆侖喇叭中風1年唔可以起得身嘅，西醫講睇佢嘅運數啦，拜多啲神啦。咁中醫嗰日得夠中醫就個禮拜嚟針灸、刮痧、拍打、推拿1個禮拜3次，1次100幾蚊，150蚊至160蚊，1個月1000幾蚊，1年10幾千，結果淨係瞓喺隻床度嘅，唔喐得嘅。咁我哋攞架機俾佢啦，佢嘅太太同佢嘅仔咧。就擠喺張床度機就擠喺張床度佢個仔就咁樣用個手撳住。我哋同佢講：阿哥，你個腳伸直啲，因為佢貼得唔穩貼得唔實揾伸直啲，冇力點樣伸直力都冇結果就冇辦法啦，佢個仔就幫佢撳住啦。第2日我就買一個洗碗嘅手套樹絨手套俾佢個仔戴住啦費事嗰啲能量走咗佢個仔嘅身就咁樣坐，你睇佢皮包骨嘅，1年入邊營養吸收不良已經係皮包骨。結果個機係借俾佢用1個月，3個禮拜後，佢太太 send SMS 俾我，信息俾我。所以早上嗰個奧利拉我先生用得好好佢每日都用冇停過，佢個右腳冇咁痛咗。尋日佢坐完呢架機之後開始自己可以用動吉企起身唔使用扶。雖然係2分鐘之前叫佢伸直都冇力而家可以企起身我哋再大聲嘅掌聲送俾呢一位呢位朋友希望佢好快可以起身，唔單止行路你個太太講我相信佢越嚟越好，我希望佢以後可以行路如果借咗1個月希望繼續借冇相干借咗第2個月，所以我哋買咗10架機咁多冇相干嘅腹部嘅嘢我哋做多啲唔會虧待你嘅。所以你睇下1個月後我睇佢成個面生晒肉之前皮包好靚仔梗係靚仔因為用我哋奧利拉嘅嘢一定靚仔所以佢已經係成個面有晒肉，之前真係皮包骨㗎。1年唔可以起身嘅人係吸收唔到營養嘅。呢個就係佢1個月後用咗1個月後嘅樣啦。咁就一個婆婆，呢個婆婆又係唔行得嘅，佢係老化，佢冇咩病今日開始已經係3-4呢個2個月㗎啦，唔行得咗。佢同阿姐同姐夫一齊住喺我哋怡寶文東新村。佢話上廁所咧，阿姐同個姐夫咧就有抬佢上廁所嘅，扶都唔得因為隻腳一抬上嚟2隻腳吊吊，佢完全冇力行完全冇力行所以唔可以行路咧，係人生一個悲劇嚟嘅。你去邊度都唔得個頭都抬唔起嚟，個頭都得冇得力嘅冇得力嘅。
咁樣啊，呢個我太太啊，我太太都有現場嘅，你記得一下我太太，知唔知啊？知啊啊！所以我哋走去探訪佢咧，後尾咧就借架機俾佢試翻兩三日咧，踢姐買俾佢嘅，因為佢姐講成日抬你上廁所好麻煩啊。如果呢個機真係可以行路喎，犀利啊！你知道冇？啊，結果佢試咗1個月啊，買機俾佢試咗1個月，發生咩事啊？你睇下。哇！我開佢嘅錄音俾大家聽啊，佢 send 俾我，係姐 send 過嚟㗎嗬，係姐 send 過嚟。你睇下姐講乜嘢？啲幾有進展啊！喺行上行落都得開喎，仲爭多少佢嘅頸啫啊！因為我要 download 唔到落嚟啊，所以呢度俾大家聽啦嚇。鄧生，你個架機幾有進展啊！喺行上行落都得開喎，仲爭多少佢嘅頸啫啊！所以各位，你大膽去分享，有耐性去分享，佢都係用1號嘅啫。你唔好諗住1號冇感覺嘅，開到5、6、7號啊！你知冇？反效果唔係咁好啊！呢啲全部用1號嘅。我啲客仔一上50歲、60歲，我都叫佢用1號2號嘅啫。跟公司嘅規矩就啱㗎啦嚇。所以呢個肯啲可以行嚟行去啊，跟住佢嘅姐我大年嫁咗，我未得閒去揾佢啊嚇，又未得閒去啊，我諗我翻醫保就去揾佢啊。跟住仲有一個，冇啦，冇咗啦，就係咁我今日分享咧再講我嘅事業啦。我喺那晚教書10幾年，我唔教嘅時候咧，退休嘅時候咧，書館俾我一張紙，學校長俾我一張紙，叫做近些裝。近些裝，跟住有冇入息㗎？可唔可以賣嘅張紙？唔可以賣嘅。我喺日本公司做咗16年，我辭職嘅時候唔做咧，我嘅廠長又係俾我一張近些裝嘅。但係我啲 life 咧，你唔需要做16年，你唔需要做10幾年嘅，主要用心嘅去經營啦。3年到5年建立你嘅團隊啦。你退休嘅時候，我哋馬總唔會俾你近些裝嘅意思嘅。但係佢俾你乜嘢？佢俾你被動式收入。咩叫被動式收入咧？就係你唔使翻工都會有入息嘅，只要你嘅包拉賣機，你就碰下，唔係攞層碰就攞對碰，跟住又攞補導獎，又攞領導獎，跟住到尾年尾定嘅磅咧攞全球分紅，啱冇啊？除咗呢個被動式收入，仲有一個叫做融雪收永久嘅收入，佢唔會因為你唔翻工而冇嘅，所以我哋做直銷嘅好處咧，我覺得後悔啊！做咩2020年先開始做直銷啊？舊尾我聽到直銷我就好抗拒啊，我太太知道嘅，我好唔中意直銷。我又好唔中意做保險嘅，結果而家咧我就做直銷，我個太太又做保險，所以你冇嬲啊！你嬲嗰樣就出現嗰樣啊嚇，所以大家要用愛心去愛好多嘢。所以呢個事業啦，好似我哋咁樣繼續努力嘅去做經營3、5年啦，你嘅團隊建立出嚟咧，你嘅收入呢個係我哋退休後嘅一個好好嘅一個上天俾我哋嘅福音，一個福報嚟㗎嚇。咁樣我今日簡單幫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